图形，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然后sa soalan Liawan haja numita kacau ani修改sa hapinang tinana图案。可照你再说明一次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形。OK， 好，谢谢吴老师。那我们就延续那个上个礼拜在巴德国州3一教室讨论的那个部分哦。那我们上个礼拜在3一教室是用同心圆的概念哦，大家看得到这张图哦，我把它再放大一点。好，这个图哦，就是我们用一个同心圆的概念，把阿美族的那个词汇做一个分解动作哦。那阿美族的词汇其实都是从字根开始出发哦，有些人叫词根哦，那我这边就统一说字根。然后它的字根在进行前后缀的构词哦，就会变成我们第2层的构词哦，有前缀、中缀、后缀或者是环缀。那构完词之后，会到了第3层，就是我们纯粹的词汇哦。那个词汇有可能也是构词啊，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词哦，就不会再用构词的方式。那因为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很理解，因为上个礼拜大家都有做过了。那我们就来根据上个礼拜大家讨论的部分，我们就一一的来那个请各组哦来说明一下哈。好。我现在切换到那个维基百科的部分哦。好，这个维基百科的部分哦，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组哦，我把它回到那个这个乳帽，这是图片哦，我直接到维基百科哦。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同步。好，到了。好，这个画面是这样哦，你看这个画面哦。它是一个那个阿美族的一个维基百科，看我们这个左边这个位置，我来画，用那个可以画图的工具，等我一下哦。好，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建立字根哦，左上角这个地方哦，建立字根。所以我们其实同心圆的模式哦，就是先建立一个字根。好，建立完字根之后，我们就点进去。上个礼拜我们先讨论一下那个谁的，吴老师的。然后这个有，好，可以。吴老师的是你们那一组是，吴老师你们的成员都有上线吗？有林金川老师，还有佑涵嘛，佑涵，现在还要多加一个曾纯美老师，都有在线上吗？有，都有哦。有，有在线上就好哦。这个以后要编辑一本书哦，要有名字，要上线。好，上个礼拜哈，因为曾纯美老师他那个部落有事有回去，所以没有参与哈。但是等一下也可以提供意见哈。我们来看第3个字根叫辱骂哈，我们点进去看。我们来听老师讲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辱骂哈。上个礼拜吴老师他们你们小组有讨论哈。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构词哈，有那个米沙鲁玛爱第一个有吧？还有比沙鲁玛也有，比沙鲁玛案也有。好，那还有6、7、8哈，你们是1、2、3跟6、7、8。好，我们来先看那个第一个哈。我们看第一个米沙鲁玛爱。好，我们到了点进去米沙鲁玛爱，就是第2层是叫做构词哦，构词。对不起，这个就是已经构词了，点进去就变成词汇了哈。所以这一层全部都是词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层哦。大家有看到，其实这个词汇哦，并不是全部都是由吴老师那个小组建制而成哦。很多词汇是去年我们就有讨论这个字，然后吴老师他们有提供一些词汇。好。吴老师，你还记得你们提供的词汇吗？你可以说明一下我们这个部分。
米萨鲁玛爱的部分？有搞爸，嘎巴好，还有呢是年龄层，有年龄层嘛，还有嘎嘎拉，萨斯拉对不对？还有妈妈，还有妈妈、还有法蒂，法蒂对。嗯，还有老师还有没有印象？你们好像有改印呢，哦，还有您娜，尹娜，对对对。嗯，好，老师，你现在帮我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重点就是在第三层的部分，就是说为什么你会选这些字？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妈妈我可以老师你看第11个妈妈我可以理解爸爸嘛，爸爸一定是参与者。那伊娜在盖房子的时候，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啊？当天我们是说尹娜他们也会，比如说那个送那个巴达烘的时候，有时妇女会丢那个茅草啊，哦，传掉的哦。传对啊，传东西这样。我懂了啦。哦，原来就是女性，就是说在盖的时候是男人没错，但是有一些男的东西在上面，也有要女孩子转去帮忙丢那个，对，哦，OK OK 还有一些小小的事情都有是妇女在帮忙。OK OK，那我理解了，我理解了。OK，那改印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意思？对啊，哦，那就懂了。好，那老师第13个，那法蒂就是你请叔叔舅舅来，这是换工的概念吗？对，还不是家族啊，家族一起盖。法蒂啊，你的法蒂就是你的爸爸的兄弟或是妈妈的兄弟啊，就来帮忙盖房子啊。所以这个不是换工哦，这个只是家族之间互相帮忙。对，OK 家属啊，OK，那我懂。那老师还有一个，你有提到那个嘎萨斯拉的部分，那年龄阶层在这边扮演什么角色？那个嘎萨斯拉有时候说你的斯拉在盖房子，那你的年龄阶级的那个同伴会帮忙去协助啊，去帮忙盖房子啊。哦，就是说，比如说爸爸的年龄阶层会来，或者是小孩子、男孩子的年龄阶层也会来协助。对啊，哦，那感觉是整个部落都来帮忙盖了。通常大概部落都是这样的。哦到时候谁盖房子啊，大家都一起帮忙的，有关系的左右邻居都会来啊。，OK，那我理解了。86tu Misa Luma。哎，对，好，那很好，那个松林大哥太好了。我现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请各位就你们的观察，你们部落、你们在盖家屋的时候，会有哪一些人来协助帮忙那个盖房子？可以开始开放讨论了。松林大哥，你先讲，你要讲什么？哦，全部的部落都会集合在一起，然后看哪一间，看哪里，看是哪一户要盖房子，全部部落都会去。所以是整个你8686。所以老师，你这是整个部落用换工的方式互相帮忙就对了。还，我们部落没有呢，只有家族呢。有这里干嘛？还都当然86。哦，我懂你的意思，不就是反正就是他最后也是你要还呐，就是他有来帮忙的，你还是到时候你要去他如帮忙。果改天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帮他，就是懂8683。你的意思。OK，就是说尽量会帮忙的人都会来帮忙啦，不一定是整个部落啦。我懂你的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没有那个对于盖家屋的那个参与者有哪一些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这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哈，都来了，整个部落都来了，都差不多都来了，左右邻居啊，整个部落都到了，全部动员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团体的民族哈，这个动作会比较快。OK。
好，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那么复杂哈，我们再往回哈，回到鲁骂去哈。好，老师，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哈，你们有第二个沙比沙鲁骂，就是盖房子的工具哈。我们点进去看，这个很多呢，这个去年就一大堆人讨论了。不过老师你们写的东西相对比较少。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老师你们有提到的是吉浪嘛，对不对？吉浪，好，对，老师你们的吉浪除了上述哈，它有做柱子，还有房屋的基梁、横梁、屋中梁，还有那个念楔嘛，楔子，气是什么？气还是楔？蟹气和蟹，不知道。没关系。那个老师你有提到吉浪嘛？那你们有提到哪一些部分？你说后面那些吉浪后面的？对，不是，我说你们有提到吉浪嘛？就是你们吉浪用来做什么？有没有？有柱子、横梁这样，只有柱子跟横梁。还这还多呀，横梁，对。对呀，还这，沙巴拉，巴拉，巴拉有啊，横梁。有没有上面没有的？现场有可以提供意见哦。有没有？我们上面第一个吉浪哦，可以做柱子、基梁、横梁、屋中梁跟楔子。什么叫楔子？我还是不懂。是不是那个以前的木头，不是要没有铁钉吗？哦，那个卡榫呐。对了，我懂了。要看哦。我们看一下。以前都没有铁钉，都用那种这样穿过去固定。这个巴达热就是把它砍入，对不对？对。哦，就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钉子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楔子，就是把它卡住这样，然后衔接起来，再用那个麻绳再把它绑起来，是不是？还是藤子，还是那个藤用藤哦，黄藤，黄藤嘛。OK，那这样。好，老师，你们是不是这个部分 OK 了？老师，你们是不是也有第三个词汇叫word， 就是竹子 W？ 对，我们通常应该再加一个 W 了 ，word。哦，第二个嘛，哈。再加一个 word 才是比较正确，应该是 word。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竹子的功能是什么？竹子的功能也有当那个呢，当那个叫什么？围篱。杂分哦。哦，围篱哦。杂分，或是阿里波了。阿迪波，我们是叫杂分，阿迪波。我们是阿里波。老师，你们看一下哈，去年的讨论哦，你们看一下那个第4点、第5点、第6点、第7点，有没有？它分别为弗洛建筑、比都奈次族的各史贵族，还有三奈塞马族。请问老师，你讲的竹子是其中的一个吗？没有，word 是通称呐，就是多竹子的意思。但是我们上次讲的是竹子有很多种类啊。对，因为我们只你们上个礼拜只有讲到word嘛，对不对？对。他现在去年他们的分类有分到有建筑，这个建打错了，建筑还有次族、贵族、马族。老师，你大概知道这几种族在建筑上，就是盖家屋里面的功能吗？对，那个建筑活络那有了，什么叫大个也是用活络制床了，还有傣纳就是要放那个茅草，以前先用那个竹子编好放在上面拦着傣纳。那个傣纳是什么？
十分没关系，老师你不用念那个没关系，我只是想，因为这个是去年整理的，我们就不用照着他的念。我就想说，因为你没有到阿问的话，就是说应该也是用不同种类的主旨做不同种类的功能，对不对？对啊。OK， 那因为他这个去年整理的很清楚了，现场如果你们还有建筑、次族、贵族、麻族，对，还有一个好像差不多就这几个族。如果这里面有提到的功能是应该是说这里面没有提到的功能，你有想到的可以提出来就这4个4、5、6、7，有没有人有想到别的功能的？松林大哥，你有想到吗？Semangat saya bisa ngaku talaan. Talaan 就是屋子啊，是用在哪里？还有用在什么？你那个，我们现在是说屋子里面的功能啊，就是说不是说屋子里面的功能啊。我们嘛ada awalan kusatukan masen itini patireng tuluma。对对对。Kira malawa ay itini。有没有没有提到的？你有想到的？提到的malawa ay ada maratang mesa painian anini atatayaan。Kira o ai sisiu。sisiu 那是那个茅草。先讲竹子。我们现在讲那个。Mga ko fitunay 比较厚实，也可以mga mala hatsak。你说那个菲都奈可以当柱子用哦。那个赤竹，因为它很厚实，它比较厚。我了解。老师你确定你有看过你不是感觉你有没有看过啦？有看过才算有，我以前的老家就是用那个菲都奈的。OK， 那就有了。我把它贴上去柱子嘛，对不对？马生马拉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横梁，都可以。可以凯比，那个这也可以用那个槟榔的那个柱子，因为它里面即便它里面是空心的，它的外面是很硬的。有。因为我们现在是讨论的是竹子啦，你讲那个槟榔有，我们上次有提到，有人提到那个槟榔树的那个，它很硬嘛，又直啊，对。我们这边还是聚焦在竹子，就是说这几个族有建族、次族、贵族跟麻族，我们阿美族用这个4个族用在家屋的哪一个部分？有没有这上面有写，然后没有写到，然后你有看过或者你有听过的？那个家屋，你说那个围里，我们之前是用那个阿藏，可是我中文我不会讲阿藏，阿藏，阿藏，阿勒藏，阿藏，我们是阿勒藏。你们是叫阿勒藏。可比你打一下有没有阿藏？我们也可以用来种的那个做篱笆也用到阿勒藏。对，阿藏。是 NG 是麦当劳 M。房屋的围里四周也有麦当劳。不是阿藏，阿藏。芦苇也叫做那个是干芦苇吗？对。芒草芦苇，对。阿藏等一下，这个要记一下藏起来嘛，省得马拉阿里不了。没关系，我把这个先复制，因为这个今天并不是我们讨论的，我把它复制一下，贴图，我等一下就不会忘记了就是我们还是房子的材料之一了。对，这个是房子的材料之一嘛，但我们现在先还是围绕在竹子的功能。
我把它记起来，不然我等下结束会忘记。阿藏或者是阿勒藏，对吗？就是干芦苇，用来做围篱的，对不方言对？别嘞，方言别。对对对。好，还是一样，回到我们4个族啦，建族、次族、贵族、麻族，在我们家屋的功能，对，有没有上面没有写到的？你有听过的？贵族的话，什么是嘛？你上我发长哎，可以吗？不然，我看一下。像那个啦，像那个复兴乡那个公母这样子，是不嘞喊的，中间再公母了，用切一半，假的寒山。像那个复兴乡那样那个公母这样的，那个用贵族。对，我看一下这个字有啊，我在找，我想要直接用复制的。这个屋顶嘛，对不对？可是人家说这样子的屋顶容易烂掉呢。老师，你们确定有看过哦？有时候人家说的屋檐，因为以前那个泰雅族，他们都是这样子建屋对子。我也看过，他们这样不容易烂啊。然后再来是他们的防水跟他们漏水，他们有这样的依据，而且我有看过他们这样一个建造一个高脚屋啊，还有他们的打罗案啊，他们都是这样子盖的。对对对，因为它这样排水非常好。对，不容易潮湿，也不容易烂。当然了，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他们有非常处理过那个竹子，有熏过，谢谢伊丽丝。其实这个以前我们曾经有去那个什么那个接受国中有去比赛，就有提到这个他们的那个建筑工法，就是那个贵族用交替原则1公1母的概念，就是它那个水就不会漏到屋子里面。不过我曾经有听过那个，因为贵族是那个后来日据时代才有广泛被使用的竹子。没关系，这个因为就是有它的功法，应该就是有。好，那我们阿美族我没有看过呢，这个是比较像，应该是比较是泰雅族群的，对不对？你那么说完，你小白老师一般的国中有没有？那个是人家弄的啦。我觉得，凯明老师，我觉得是真，我觉得也是我们阿美族我还没有看过。然后我的老人家到泰雅的部落的时候，他们都说啊，外国阿迪莱努阿密斯才只有达彦那边才有这样子。对呀，好像是。对，他们都说没有看过这样的功法。对对对。生大陆过嘞。应该有可能呐。对啊，我们阿美族的几乎都是屋顶都是茅草屋，我印象中是这样，传统的。还多少时哦？好，搞完了都没关系啦，阿美族一定可是觉得我们家以前我小时候我还记得的时候就是竹子还好。我家呢？是说屋顶吗？还是墙？全部。那可能真的有呢，也不是整个都是。是贵族吗？我有看过在寿丰鲤鱼潭，整个都是用竹子的。寿丰鲤鱼潭也有。对，我同学的家。所以是真的有呢。有，可是他是客家人呢。哎呀，我们讲阿美族一下。阿美族。凯明，我是看过，是因为我们要盖房子嘛，你说鲁马伊达地黑干旁边会盖一个竹屋，那个是临时屋啊。第来股呢，我一定要好过鲁马娘，就是用临时的，可是它并没办法像泰雅族的这么永久。五排列努第二后就是一根一根这样子排，然后他们上面还会再铺个防水的这样。对，可是那个临时它没有办法永久，就是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好像我们阿美族有盖都是临时屋，它不是拿来住的，它没有办法永久了。没有我们家是住我妈妈上线了，可以请我妈妈讲。好啊，那个尹娜说一下。我没话。婶婶，
这个发出不麦克风，麦克风，哎，哈，昨天哎我呀rumah ita atau竹子kami awal，是不是 Lepas awal Aul tu Cai. 是不是德克斯？对，ayaw是我本人itu Eh, kurang minenang awaya ko awal rumah aw penen ko ya nira kupada nira penen hana mo saya ko acam ne Penan, hai penen penan. hai 本嫩是芒草，凯明。对是芒草，它是不是干的，就是湿的。是的哈。我们的爱好 mantai lah, mantai. Hai. ay man ta ay how penen umaitsangay how usa pili ka to nama mitangtang to may how acam hangkura Yes， Tapi cacak atau tapi 起火。那个对一娜，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屋顶也是用竹子吗？还是也用别的材料？通常是竹上底下是竹子，你说那个屋顶嘛，对，底下是竹子，然后是要用本刃去压住它。你们是用本刃去压，不是用那个什么竹子去压它哦。也有用通常也是竹子也可以，本刃也可以。tapi atap 对，因为我熬了好，你们的我们大赛都熬了起来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在用竹子熬，你们的长了都熬了。通常是我本刃刚好两根相接这样哦，就是两层的什么爱是比here的一patahong。tapi atap tu lek. 对，是比atap厉害。mi atap tu lek. 对。哦，所以也不是纯粹都是竹子嘛，它的工法还是有一些别的材料，对不对？我本人良好是大概都是用墙壁，或对呀者是床铺。我本人还那你们的那个梁，你们的那个柱子跟梁呢，用什么做？柱子跟梁的话，大概是赤竹。Pitunay. 赤竹哦。Pitunay，嗨。那你们的部落是把松岸吗？白山岸吗？对。你们那边有赤竹哦？有啊。有啊。我们这边那个柱子。我想问额外一个问题哦，柱子横梁都还要Pitunay。你们以前那个白山庵是不是因为你们的那个以前是专门帮人家处理屋顶的一个部落？就是说，其他部落的屋顶要修都会去找你们，就是你们是专门是把山岸的地方，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由来啊？应该不是哎。不是哈。也不是。人家说你们那边的那个茅草很多啊，芒草很多。所以专门提供给其他部落做屋顶用的，没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好像没有呢。哦 ，OK， 我只是确认一下。因为刚好是部落的，刚好是自己部落要用这样啊，也没有很多的那个芒草。哦 ，OK， 了解。那个。我们回到那个原来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阿美族并不是没有竹子的建筑工法，也是有。那个一娜，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屋顶是跟泰雅族一样，是那个交替的原则吗？一公一母，一个朝上，一个朝下，这样盖吗？你说竹子哦？没有，不是那样子哈。怎么弄？没有。对，我们完全都是用那个茅草。那用本刃去把它夹起来，这样子。对。所以还是有一点差异啦。那个泰雅族的那个应该
我记得他们传统的建筑也是茅草屋啦。说真的，他们的图片都是茅草屋，可能后来他们有新增那个贵族的公母的交替原则，那个好像是比较后来的哦。那个没关系，我们阿美族反正我们的屋顶不是这样子盖嘛，但是我们会用到竹子的材料也很多，对不对？对对对对。OK， 那这样我理解了。好，莹呢，谢谢谢谢。好，可以退出了吗？可以。不用了，继续听了，婶婶。哎呀，还有等一下有补充的，你可以补充啊。哎呀，阿妈还有他的作业要看的。阿妈150度啦，150度。OK， 好了，我们就谢谢莹娜哦，谢谢我。好，那我们这个第三个先给他存档再讲哈。好，好来，我把它存档哈，我们就有一些新的补充哦。这个其实这个资料算是蛮丰富的。我现在存档的画面还没有跳到那个位置哈。完了，我妈妈不会退出啊。对呀，不会退出了怎么办？我要按哪里呀？你按那个好，旁边有一个那个电话的挂掉就好了。对，给它关掉就好了。哪里去了？哪里有电话？没有电话啊。那个红红的。係搞，這都不個當乜嘢當紅，這都不個當乜當紅，你做什麼給你當乜當紅啫嘛？也是比掛電話給你呀，喊聲什麼？對，你呀。no kawanan na ngangay iray ko话筒。係啊，我matama ko kung ngayon话筒。好了，苏贤仪就可以了哈。好，我这个画面一直跳不到那个正常画面，一直停在那个，我再重新分享一次哈。好，我再分享一次这个，我们的那个网络都比较慢。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哈。好，有看到画面吗？有分享的画面吗？还没有看到，没有，现在有了。哇，这个真的很慢的。我马到。对呀，我有看，我用手机看。有了，哇，好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哈。好，那个我们第三个是比萨鲁马案哈，我先念哈，我怕那个这个画面到民国几年了。好，比萨鲁马案哈，那我们点进去哈。好，吴老师，你还印象你们之前上个礼拜提到的比萨鲁马案哦，盖房子的时间跟地点？对，比萨鲁马案在哪？对，有没有印象？我其实已经点进去了，只是画面还没有到。对啊，老师，我先念给你听哈，你先讲哈。你有提到那个鲁杜克。有然后还没有鲁杜嘛，还有发捞包，这怎么念？发捞包万，对不对？秋天的那是秋天了哦，季节，季节，还有那个乌嘛，在田里啊，乌嘛，烧袜子那个河边的或是溪边。好，老师，你根据这些词汇，你再说明一下哈，为什么这些地方是盖房子的时间跟地点？比如说在罗东，有时候以前的房子也是盖在山上啊。地点。可是我们阿美族普遍的房子都是盖在平地或丘陵地，好像盖在山上的比较少，对不对？
不用很高，不是很高的山呢，哦，还是山丘还是怎么样？哎，老师这样，可是我们阿美族的盖在山上的话，它不是会变成独居的吗？我们阿美族不是都是群居的，会把房子盖在山上吗？ Ita puru ngai比较少部分啦，少部分的都会山还是丘。有就对了，对不对？嗯，但是好他不会，像是那个老师，那他是不是不会一个人独居？他是还是会有一群人好几不会，最少有几户住在那里嘛。啊？OK， 那这样我就理解了。比较平坦的地方。OK， 山上比较平坦，就像现在的吉拉米带一样，是不是？对啊，像有一个平坦的地方这样。吉拉米带就比较像是阿美族的部落在山上嘛，对不对？嗯。OK， 好，老师，那你看一下第7点，也是我的疑问哈。你那个把房子盖在盖在田里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田里就是周围就是自己的田呐。哦，你不是说盖在田里，是盖在田的附近，是不是？对啊，自己耕种的田地的旁边呢，也是自己的地啊。然后是周围都是自己的田地，所以不是盖在种田的那个耕地上面嘛，不是嘛？对不对？不是啦。哦，所以这个应该不能这样写啦，旁边啦。嗯，田边。老师，田边阿美语怎么讲？田边，田边叫什么？田的旁边阿美语要怎么讲？就直接讲拉瓦就好啦，周围。拉瓦汉拉瓦努嘛这样啊？拉瓦努嘛，拉瓦努发扎了可以啊，也可以啊。那个拉瓦有没有齿的音啊？拉瓦兹，有嘛哈？对啦，有那个齿的音了哈。我们把它加上去哈。有个西的音，对，就是盖在田边哦。哎，好，这样子比较精准啊。我们盖在田的耕地上面，我很难理解，就是盖在田边就对了啦。好，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好，老师你再解释一下第9个词汇法劳法万。秋天是吗？法劳法万是秋天吗？对啊，法劳法万，法劳包。对啊，所以说比较农闲的时候是吗？我们那边讲的比较农闲的时候盖房子时间。农忙，你为什么会刻意选秋天盖房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农闲呢。哦，农闲的时间嘛。其他的人也是有一样的概念吗？包括上面那个把房子盖在田边，或者是在秋天农闲的时候会做盖房子的动作。其他的人有想法可以提出来。就是休耕的时候啊。哦，也是就休耕嘛，也是休耕哦。对啊。那春夏秋冬，春天、夏天、冬天不能盖房子哦。也都可以，可是好像大家都选在比较不会农忙的季节，好像秋天比较不会那么忙吧。哦，就是反正秋天是比较有空的时间，大家也比较可以互相帮忙。对，马上都没搬来的比较有空了啦。哦，或者是，那这样可以理解了。好，那老师那个第10个就是 Rumi F 是白天的意思嘛，对不对？对，我们小时候当然是白天呢，白天做。那这个感觉上好像应该是比较正常啊，因为晚上没有灯光嘛。对，晚上对啊，不像现在有灯，大部分都是白天。
好，那 OK，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哦。第11个 Sawat 这个为什么是在老师你这个中文怎么翻？河岸吗？河边吗？西边河岸都可以吧？西边河岸。对。好，老师你可以解释一下，把房子盖在西边好像有危险性呢。可是你看看阿美族都在靠近水边盖房子啊，好像没有那么近。靠近水源的地方吧。哦，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它应该也不是很近，对不对？但是主要是说它一定要有河跟溪在附近就对了。嗯。OK， 那这样我理解这个意思。好，现场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提供一下那个盖房子的时间跟地点？这边没有提到的。还有什么季节？白天、秋天，还有，我们阿美族盖房子会特地选那个丘陵地吗？丘陵地啊，也会啊，比较不会淹水。会吗？会不会？那个吴老师，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李继信老师曾经有讲说，以前阿美族的名称的由来，就是说有人说那边这些人住哪里？他说一那一般在，就是说那个有地势较高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那个位置，叫做板栅。老师，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绑栅，我们不叫绑栅呢，那叫什么？绑，比较高的地方。绑栅是在平原吧的一个说法。平原。我之前李进信老师有说过，绑栅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吗？对。我们讲的那个大了平原，大吗？所以阿丽卡老师，你讲的这个词汇是不是比平地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那么高？对，其实它是跟平原一样，只是比较深一点。就像我们平常我们有商教，我们都会讲说把日，可是比把日还要更深一层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古面，很少人在说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平原大，更深的就是绑栅。之前李金信老师也是这样子讲，那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很久以前。有吗？你有听过哦？对，所以他说阿美族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很有可能是这样子来的。对。可是我们现在叫大嘛，对不对？是，平原怎么说啊？你平原大吗？平原。我们的平原怎么说？大吗？大和大儿。好像没有这个字呢。大和大。谁会拼的讲一下哦？那个平原怎么拼？没关系，我们反正我们录音，下次再慢慢找出来。所以现场有没有人听过李继信老师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以前阿美族人住的地理位置是比平原稍微再较高一点的地方。那一种位置，我们通常人家会说那个叫板栅。所以久而久之，人家说那一群人就是板栅。就是有没有人听过？其他的人有没有对这个说法有就是有感觉或有印象的？我都没有。那这个很珍贵哦。平原我们可以讲说大等一下啊，F 对不对？大夫是不是 ？TAF。对啊，也是没有这个字哎。还有或是用 anar 也可以。Masak narai jangan. 对。Kera masak narai sang. 或是一个叫 banahar。
那老师你拼给我了，我怕我就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拼出来。love 就是 DAF， D 哦，或者说 nar 也可以。有了 DF， 对，有了 sub， 对不对 ？sub 对。另外一个叫做 enough， 对。还有一个可以讲说 anahar， 就是也可以讲平坦的地方。OK， 那老师那个三妹老师，我想问一下哈，那你这个 love 跟那个李继信老师讲的，就是比平原高一点的板炸，它两个有差别吗？还是同一个字？很抱歉，我没听过这个板炸这个词汇。OK。OK， 没关系，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好。未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再找李老师来做深度的访谈，这样把它存档一下哈。板炸是高原哦。苏贤，你说板炸是什么？高原哦。都要控制，2岁以前要控制。全部吗？没有。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努力的拉。大家看一下那个，我现在用蔡宗涵的字典哦，打了一个字叫做“嘎沙班炸”。这个我们的画面真的很慢哦。海明，你的画面太慢了。有了。你们看一下这个，哇，真的，如果照这个那个李继信老师的逻辑完全正确。你看哦，我可能刚解释可能没有解释对，他讲的是比较高的平地，叫做板炸，所以嘎沙板炸就是高原了。有没有？嘎沙板炸。对，所以我们以前的阿美族人应该是住的稍微高一点的平地才对，高一点的平地，对啊。高原架子山坡地高地，大家这样子应该有概念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好的，就是如果有人那个有耆老或者是有长辈可以问的话，问问看是不是我们阿美族的那个。为什么会称为板炸？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本来住在那个位置，然后有人问说那边的人是谁，他们就说会板炸，这样有可能的。就照李老师的说法。因为我妈妈说，以前我们的部落原本不是在这个靠海这边，是在山上。是哦，对不对？对。后来日本人方便管理改下来了嘛，对不对？是吗？是不是？很可能呢。所以那个松林大哥，你可以再多讲一点有关这方面的讯息吗？就听我妈妈讲说，以前我们的部落是在山上啊，我们的后山那边了，就是这样子。后面才到现在这个靠海这边了。所以那个你是白山岸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是往那个海岸山脉再上去，就还没有那么下面，对不对？还没有到海岸山脉了，在海岸山脉再下来一点点而已。就是在那个山下的位置，对山坡地的位置，那应该就是了吧？对了。对。那我们这样子可以从这个嘎沙班炸这个词汇去推论我们当时候我们的阿美族人盖房子选的位置，应该大部分是坐在山坡地的位置。对，就是他为什么会搬到下面去？我那个原因我是不知道的啦。应该就是方便管理啊，我在猜。对，应该是日治管理的吧？对，应该是有那个日本人方便。应该也是有这个原因啦，就是这样。好，现场应该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概念，我当初听到也是觉得很讶异啦，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听到有特别有感觉的。
好，那我们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字，我们这个的构词叫做比沙鲁马岸。那阿美族人过去在选盖房子的地方哦，或者是要建设一个部落的地方哦，一般都会选择比较靠山，那个就是靠山边居住，这个逻辑才对。那现在所谓的海岸阿美，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是那个统治者方面，日治时代的时候被赶下来，比较好管理的。有可能是这样子。你看，你只要看那个另外一边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山线的阿美族，好像都是住在山边，对不对？对。可是我们海岸线的阿美族都是靠海边。那是后来，对不对？那是后来。对，我们现在是假设嘛，说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应该是阿美族两边的阿美族应该有同样的思维才对。所以这个反诈应该没有错，就是我们以前是住在山坡地或者是靠山边的位置，比较高远的平地这样子而已。对，那个吴老师，因为你们是负责这个鲁骂的部分，我们刚刚这样子的解释啊，比萨鲁骂案，特别是我们选的位置是用那个嘎萨班扎这个概念去推论我们阿美族的名称的由来，你觉得这样子合不合理？应该是合理的。人家说住在那里的人，然后就慢慢变成他们的名称，也有这个可能。有可能哦。对，住在那边的。对，吴老师，你也觉得这样 OK 哈？现场有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解释很牵强，有意见的？没有，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所以你回忆中有听过这个概念，对不对？对，我妈妈有跟我讲过，说，怎么会搬下去？以前是在山上，怎么会搬下来？哦，那这样没有错啊。对 ，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大概解决了这个比萨鲁玛案哦，就是我们阿美族盖房子的选的位置哦，就是我们选一个住的地方，通常都是比较靠山边居住才对。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会有附近有河跟溪哦，这个才是阿美族的生活的条件，靠山嘛，又靠溪跟河。好，这样应该 OK 了。好，我再回到那个原来的那个构词那边哦。好，我这个真的很慢哦。没关系，我们在跑的过程中哦，来了。那个吴老师，我们继续讨论你的哦。我看我们今天讨论你的都讨论不完了。那个你有提到那个第6个构词叫做吉鲁骂，我其实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呢？吉鲁骂，对，你们那个构词里面有一个吉鲁骂，鲁骂是字根嘛，你加一个吉鲁骂是有加是什么意思？我比较不能理解。当初你们构这个词的意思是？那天谈的这个应该是林君川说的吧，这叫吉鲁骂。对，那金川老师有在线上吗？怎么没有在线上呢？看看，没有在线上哦。那你们当天有没有讨论，就是吉鲁骂的它的中文怎么翻译？它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吉鲁骂应该是像陈家，可是我们都不会讲说吉鲁骂，我们都会讲说嘎萨巴洛。对，吉巴克。所以那个老师，你看到这个词汇的话，你第一个想到是成家，对不对？成家立业那个成家。对，成家了，吉鲁骂多是。对，吉鲁骂的有家了啦。你的这个字太小了，老花了看不到。好，吉鲁骂都对，吉鲁骂。所以我现在用那个什么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打一个嘎萨巴洛。对，就是一样的意思，对，一样的意思，对，各有家庭，就吉鲁，可能他是金川老师，他很像是修过来的嘛，对不对？
搞不好他们就是用这个，我们叫个萨巴鲁，他们叫吉鲁玛。OK， 那就是成家的意思。哦，我懂了，应该是啊。现场有没有其他人对这个词汇？就是组成家庭啊，组成一个家庭，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后面再把它注明，就是嘎沙巴多奇怪，也有人说吉鲁玛都讲有分家了。吴老师，你又提到一个概念叫分家，吉鲁玛有分家的意思吗？对啊，吉鲁玛都说他有他自己的家，也就是说，他现在要从这个家离开了，所以他要分家了，所以他有吉鲁玛度，就是说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他另外有自己的家，另外一个家，吉鲁玛。吴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讲说吉鲁玛度是针对男生讲还是针对女生讲？通常是男生吧，吉鲁玛都，可是按照以前的话是女生的吉鲁玛都，记得都吉鲁玛都讲，那现在都是男生为主啊，吉鲁玛都，他们已经分家了。吴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以前阿美族母系社会啊，我们通常都是女生是那个财产的继承权嘛，啊，如果家里面有5个女生，1个男生，那个5个女生如果男生要入赘到这个一个大家族，共享一个家吗？还是他们就会因为这样而分家？就因为这样就分家吧，房子也容纳不下，我不太清楚。老师，我另外一个问题，分家是长女有继承权吗？其他比她小的都要离开吗？最大的姐姐当家。哦，最大的姐姐当家。不知道现场的人是不是你们部落的过去的有印象中的，就是那个母系社会，你妈妈那边如果有好几个姐姐或者是妹妹，会有这个财产就是继承的问题，就会导致有分家的现象，有吗？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马西部落，马西部落都这样。都没有，还是你结婚的时候已经是变成男生当家？都比较现代了，比较老的比较少。可是我妈如果还在的话，我妈现在是87岁，我妈是老大，她就要当家，那底下的弟弟妹妹啦，你现在也差不多70、80岁，全部都要嫁出去，那就留一个，中间的全部嫁出去，他还要留一个也要当家的，可是是在偏旁，就是在旁边，没有在当那个主家那边，就是要在旁边还有一个家这样子。哦，我的小阿姨就是现在60几岁嘛，就在我们的主家的旁边有自己的房子。对，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秋梅老师哈，就是说，那你那个小阿姨她那个丈夫是入赘的吗？对，入赘的。那因为我妈有5个，1、2、3、5个，然后3个嫁出去，那3个嫁出去的也差不多，现在最小的也差不多75啦。那我也很好奇，那你另外的妹妹她们是嫁出去哦，另外的妹妹就是嫁出去哦。嘎达波，对啊。你看我妈妈，如果妈在的话，现在是87岁，然后现在小阿姨是65岁。65岁，那中间的嫁出去，而且都是很早就嫁出去了，14岁就嫁出去哦。她应该是说70年前她就已经那种女孩子要嫁出去这样子，因为那个家不够分啊。可是一旦有女孩子很多的话，就是会有留1个或是2个在家里这样子，就是要招赘。秋梅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所以我们以前不是绝对的母系社会嘛？如果女生太多，她也要去米嘎达富，对不对？对，像我爸爸他们是9个男生，然后呢，就是最大的一定要留在主家这样子，然后倒数的第3个也要留在家里，其他的男生都要叫那个入赘。哦，所以
哇，你这样讲有点颠覆我们对阿美族人的那个因为这是我的单家族啊，我们打邦路那边这样子。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如果还在的话，就像是90几岁啦。我爸现在是95岁啊，如果还在的话就是95岁啊。哦，我了解了。他是排行老2哦。我爸那时候就跟我阿嬷讲说，大的一定要留在主家这样，然后也不能让他单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叔叔爷爷在旁边。然后其他兄弟全部都要入赘，也是在同一个部落啦。我懂你的意思。对，因为太多了，那时候一生都是8、9个，你一个家哪能容得下那么多人？真优美。这是我家的，这是我父母的他们的兄弟姐妹的那个啦，分家的情况，我不晓得别人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应该是也是差不多，因为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我隔壁阿姨也是这样子，太多女孩子的话，一半嫁出去，一半一定要有2个留在家里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有时候要做决策的时候，你一个人会很孤单，你也不晓得要做，一定要有2个人，一定要商量这样子啊。对。哦，谢谢秋美。哇，不，这是我爸妈，这是我们家的经验啦。没有，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那个阿美族人就是过去的传统是很单纯的，母系是男生是从妻居嘛，就是入赘。对。那你这样一提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啊，因为你要看你家族的男性成员跟女性成员的比例，对不对？对，因为如果我爸妈还在，因为我爸是17年次的嘛，你看现在都是几岁了，都95岁，我妈也是21年次，你再想想说，你看都是80几岁的，那个年代都还有那种嫁出去，女孩子要嫁出去，然后那个有2个要留下来这样子啊。这样子。就是留在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其他的人，你们是不是跟那个秋美老师在部落也有遇到一样跟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阿美族人不一定是纯粹入赘，但是女生过多。我妈妈以下的全部嫁出去。哦，所以你们也是嘛，对不对？对，我妈妈是老大，然后以下全部嫁出去，连我舅舅都赶上户了。哇，今天这个讨论很有意义耶！这个其实有颠覆大家对阿美族那种男生入赘的过去传统的那个误解呢。他其实是长子跟长女一定要别人嫁进来嘛，但是其他的都要出去啊。那另外就是像那个秋美老师留一个陪，顶多留一个陪这样子。对，除非你的那个地很大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要陪着，不然的话一个人耕种很累呢。一定要有一个人陪就是了。太好了，吴老师，你听到这个我们这样讨论，我们的结论就是说，阿美族人过去的婚嫁成家，它不是纯粹的入赘，也不就是说男女不是我们像过去书本上教我们是阿美族是母系社会。他只有长子长女要求对方嫁进来，其他人还是要嫁出去。老师，这样的结论你听起来 OK 吗？OK 啦，除非刚刚说到土地很大的话，女孩子的话也会留下来是留下来，可是人口越多的时候，就说嘎西波洛多嘎莫讲那个妈妈就说嘎西波洛多嘎莫Haluman tu kuawa namui kasih pulak kamu说你们要分家了，分出去这样子，女儿跟女婿就要出去了，就在附近盖房子，或是分给你的土地上盖房子这样。哦，所以老师你在依据你这个角度切入的话，他们其实分家也不会离太远，就是说依据父母给的土地，在那个土地上面再盖房子。对，盖房子嘛，西波洛山分家了，这样独立。不会很远，不会就是附近而已啊，就是可能就是方圆50公尺或是100公尺啊，因为那个土地以前都是连接的嘛。我懂。所以不见得都是入赘，男生入赘，有些时候是女方会到男方家了，就像是孩子那么多。你不可能全部都留在那个老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般阿美族就是说有那个拿哨的概念嘛，那如果
假设是男生嫁出去的话，我们通常都是用那个他妈妈那边的姓氏当成他的拿少嘛，对，没有错嘛。吴老师是吗？这我不清楚嘞。这个就是拿少那个海岸线的阿力克老师，就因为可能拿少好像三线有些地方没有拿少。那如果照刚刚那个他们的推论，如果嫁出去的拿少，那个男生出去的跟那个女生嫁出去的，是不是都还要沿用原来的拿少？阿力克老师有猜吗？松林大哥。都是嘎达夫。再讲一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不是都会有拿少吗？就是你要姓妈妈那边的姓。对啊。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以前通常都是说男方入赘到别人的地方啊，你用自己的拿少啊，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是女方嫁到男方家，她也是沿用原来的拿少吗？还是用男方那边的？用男方还是原来的啊？还是原来的。所以不管你是从哪边出去，你的拿少都不会变。对啊。那我理解了。好，没事，我只是确认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母系社会，就是嫁出去的时候，你还是用妈妈那边的姓氏嘛。一样。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那个如果你家里没有女人嘛，家里假设没有女人，只有就是你的下一代的话，就是你的当家是你的爸爸。那没错啊，因为你的爸爸本身也是沿用原来妈妈的拿少嘛。对，那没错。对，没错，就是这样，一样，还是一样的拿少。对。好，那没事了，我们继续下一个。吴老师，我们这边 OK 吗？好，那老师你看一下第7个拉鲁马案，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家里的成员吗？还是亲戚？亲戚了，乌拉鲁马安吉达，我们是亲戚了，这样。亲戚，好 ，OK， 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好，老师，再下一个第8个巴达鲁马。巴达鲁马是什么？巴达鲁马，如果是巴达鲁马是那个结婚吗？结婚的那个巴达鲁马。结婚呢？结婚巴达鲁马是不是海岸线只有海岸线会这样讲？巴达鲁马是起嘎达夫。巴达鲁马是成亲结婚呢。对，结婚，东海岸讲的。海岸那个吴老师，那你们那边的结婚你们会怎么讲？一样啊，巴达鲁马一样啊。米拉都嘎达夫，巴达鲁马都嘎达夫，这样啊。一样，有没有别种说法？结婚？巴嘎丁吗？我们那边花莲，巴嘎丁，我们部落。他讲，巴嘎丁那边，我们那边是讲巴嘎伊夫。巴嘎伊夫，很多了，快点。嘎达夫，我们叫巴达鲁马嘎达夫。巴嘎丁。我们一个一个来巴嘎丁，这个是巴嘎丁嘛，不是？怎么拼啊？怎么拼？巴嘎丁是 DIMG。我们 TIMG。西兰那边 M 后面 M。你给过啊？有了。一个是巴嘎丁，一个是巴嘎伊，对不对？巴嘎丁。巴嘎莫。2000个技工啊，技工是指日本的技工，好，那个技工有日本爱技工。那个美惠老师，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巴嘎订它的意思是怎么感觉很像？是不是订婚的意思啊？订是那个订婚的订吗？定，我从小就听到说巴嘎定应该是台语的话吧，好像是亲台语对不对？对，好像是定亲嘛，巴嘎定这样，对，定亲。
所以所我们阿美以族把它从引申成结婚的意思，是不对是？对，巴嘎丁喊娘，那巴嘎 if 是哪里的话？巴嘎 if 马兰的吧？是我们马兰的。马兰的那个我 if 有本身贴有什么特别的我有意思吗？贴在那个讯息那边。 OK， 我看一下讯息了。哦，也是结婚。我们看一下那个if它有没有？我们那边的定位是绑爱，帮他爱哈，哎，两相好的意思嘛，对不对？订婚是绑爱，我们那边的。我们是巴达邦，巴达邦也可以，对，巴达邦。我们先跟那个巴达鲁玛有关的字哈，巴嘎定跟巴嘎 if 这两个字也是结婚嘛，对不对？巴达鲁玛是结婚，马拉木。哦，对，这个有听过，马拉木对不对？结婚。妈妈拉木。妈妈拉木好像是马拉拉木是很像是夫妻的关系，好像也有结婚的意思呢，有吗？有没有？马拉拉木那就是夫妻关系吧？拉拉木是结婚了，拉拉木他们结婚。马拉木是结婚吗？是哦，陆老师。他们结婚讲马拉拉木都这样。对啊，应该也是结婚，没关系，字典已经结为夫妻了。我可以插嘴吗？好，可以啦。我怎么觉得说巴达罗玛在我们那边好像就是要回家，你要把那个病人带回去安息了呢？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巴达罗玛都念经，那念就是他要回家最后一口气，哎，忘记呼吸的哈，不是忘记呼吸，就是要留一口气回家那个了。对啊。口一口了吗？哎，最后一口气留在家里啊，巴达曼都念经那这样，或者说巴达曼念都经，妈妈就是意思就是我刚刚看的时候，结婚我是第一次听过了，可是我的认知里面，我比较常听到巴达曼都念经，那就是带回家安息了呢，带回去准备后事。对。那个秋梅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个巴达鲁玛，是不是说那个爸爸或者是就是你的长辈住在部落外面，然后你看到他已经生病了，差不多了，他要认祖归宗，要把他从外地带回部落的巴达鲁玛的这个概念吗？因为这个我就是讲我爸爸妈妈的时候，我通知我们的亲戚的时候，我是讲这句话的。对呀，是我讲这句话，我公司比较另外一种比较对，所以我刚看结婚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听过，因为巴达罗玛这个是我的经验啦，是我对我父母的经验，我是对我的那个我阿姨啊，那个舅舅还有我的叔叔他们是这样子通知他们，就说我爸爸妈妈要离开了这样的意思啊。对，巴达罗玛都就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所以我刚说，结婚我第一次暗示一下大家，差不多了，这样。差不多了，对。那你们泰巴朗跟海岸线的结婚会闹笑话呢？巴达罗玛有啊，连名字都会闹笑话哦，像那个，所以每天都没搞错。一个是要准备走掉，一个是真正要开心结婚。对。对啊，看状况吧。一个是苗了都跟他说，一个是海岸线都讲巴达鲁玛呢，真的，我是第一次听过。巴达鲁玛哈，你来古米基公哦，因为那个男的那天之后就没有好日子了，所以巴达鲁也许吧，只有结婚那天是好日子。这个解释不错啦，这个就是带回去，对，没有什么好日子。那吴连成吴老师，你们那法达安那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我就说差不多了，巴达鲁玛对，哎呀，就是暗示大家说，要准备回家了。对，要准备回家，就是要办后事这样子。你的兄弟姐妹啊，或是亲戚朋友，
心理准备啊，要对心理准备。我的妈，都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知道那个意思，就哦，就去那个晚上商就会家准备一下，因为他们知道说最亲的人都在忙的时候，那些就是亲戚啊，都会先去家里帮忙整理家里这样子。哦，我们那边是这样子，可能光复跟太巴尔就一样的嗯意思，对。对啊，嗯，搭了都我走了，外面就搭棚子了。哦，巴努盖多这样也可以啊。把大陆骂多少姑娘还该结婚了吧？这样的意思。爱情的坟墓，到底要怎样？对了，好了，那我们这一阶段到这边那吴老师，你做个小觉得这个字念起来怪怪，长辈也觉得怪怪的哈。那个美惠老师沙登加案沙登案，你会翻成菜类吗？菜的种类吗？对，我们那天讨论的是这样啊，沙登可以案。OK。对，其他人应该没意见吧？沙登案，我们就翻成菜的种类，可以好，那这个去年其实就感谢我们去年有很多的耆老跟老师就已经分类了其实这个种类已经分到138好，那个我先请那个老师你帮我们翻译，因为你们上次没有写中文嘛，帮我翻译一下第136、137、138。那个美惠老师，你们的团队第一个“ngahis” 是什么意思？那一天谁写啊 ？His， 我们那一天我们有分嘛，就是大家分工这样，然后各自的语言别。那时候啊 ，His 不知道是阿力克写的还是不是啊 ，this 是 Anfis 哦，他写错了啊 ，Anfis 是苦摘菜 ，ANG 是不是前面加个 A 是不是 ？ANGDIT Anfis 有没有读哦 ？A 到前面，有没有喉塞音？有没有喉塞音？有哈。这个是跳跳菜吗？对，我们叫打打过儿。哦，对，有的叫打打过儿。对，打打过儿，对。等一下，我慢慢来我们先看一下。有这个字呢。这个怎么会有差那么多？海草。对，海草也是叫 Anfis， 有一种海草也叫 Anfis。刚刚那个伊利讲的那个跳跳菜，就是那苦摘菜，我们也叫 Anfis。跳跳菜刚刚我看到那个鱼腥菜啊，鱼腥叶、鱼腥那个草，我们就叫那个 Anfis， 就是鱼腥草，跳跳菜。就是你讲的跳跳菜就是鱼腥草，对不对？不一样。不一样。我是说刚刚阿力讲的这个 Anfis 啊，我们那边是说就是鱼腥草的意思。然后呢，刚刚我说打打过呢是这个跳跳菜这样。是另外一个字啊。OK， 不同字，所以不是跳跳菜了。对，那个鱼腥草是这个腥吗？你刚刚在蔡聪行那边，他那个底下也有做解释啊。对，你看，我现在把它建档，你看这个我看不到你的那个字幕很小，太慢，毛书要给说。好，我放大一点，有没有看到？不是那个看不到，是你的画面太慢。有，它现在变大来了，对，鱼腥草这个字OK， 好，那没有问题，有没有人？Anfis 还有除了海草跟鱼腥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苦摘菜，对，有打上去了，你看一下凯明。你说那个好，我看一下。我先下线，我先换样，OK。
好，可以了，苦摘菜嘛 ，OK， 好，那就这3种哦 ，on fish，on fish。那个阿力克，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啊？他什么颜下线了，色？他换药了，他去换药。他换药啊？先去擦药，他先去擦药。你接力一下那个文慧，你接力一下，你有看过吗？没有看过他，没有看过啊。松林大哥呢？嘛你有没有 ，Anglis 看？对，有啊它长什么样子？大概那个形状描述一下。 ，Anglis 哎，对，要看到才知道啊。一看到才知道。好啦，反正就长得很像海草就对了啦。没有没有，绿色的它跟海草不像，凯明。不像哦。它的叶子呢，它的叶脉的，它的形状是有点长形的，然后呢边边是有点锯子状，对。哦，它跟它的那个样子哦，有点像那个我思考一下，像哪一个菜呢？像紫苏吗？瘦的紫苏，像薄荷有像，然后就是细长的薄荷。哦，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薄荷的那个外围有一点锯齿状，对，然后它是拉长型的，是拉长型，但是也没有到很细哦。对，哦，大概长那个样子，对。因为现在是盛产期，现在就是要开始慢。那个是不是拔起来，它的叶子很像鱼的味道，所以它叫鱼腥草。它拔起来的味道不像鱼腥草的味道。哦，真的吗？它拔起来的味道，咱们马个奶一来的呢。呀，我思考一下哈，它的拔起来的味道没有像鱼腥草，鱼腥草太重了。它是煮起来之后，马干尼素才会有一点点鱼腥草的味道。但是我想想看它最像什么味道？它为什么会叫鱼腥草？不是腥味？鱼腥草是鱼腥草啊，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原来不一样哦，不一样哦。鱼腥草是鱼腥草哦，鱼腥草就是爱心的样子，就在路边照出。鱼腥草是在路边。哦，不同字，那把它删掉。对啊。哦，它这边是写鱼腥味哦，我没有鱼腥味啊。来不及它了。那个，你看那个伊丽丝，你看到它那个 on fish 那个 on 感觉好像那个 on 六的那个前面的词很像，是不是就有那个坏掉的味道啊？是这个意思吗？它没有坏掉哎，它只有苦苦的味道。苦苦的味道，苦，然后甜甜的味道，对，苦甜的味道。甜的。对啊，它会回甘，就会甜甜的。我们阿美族是把它当成一道菜来吃吗？还是说它是一道菜？对啊。怎么没有印象哦？而且它烹煮的方式很特别，它就是一定要煮熟它在煮熟之后呢，它就是要捞起来，然后就是把它挤干，把那个汤汁全部挤到最干，这样。然后它其实是吃凉的，它不是吃热的，它吃凉的。哇，它吃冷的，对，然后它就会干干的这样。我们那边的昂利是香菜耶，我们讲的是香菜。我们的昂利是香菜呢，昂利是香菜，那就不一样哦。对，香菜，所以我才说我的叫做达达固啦，它叫苦摘菜。达达固是另外一种啊，我菜园有种哎，那个降火气的，对啊。会不会是不太一样？可是苦摘在我们的那个维基里面啊，在那个中文百科知识里面，它的样子就跟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叫做什么呀？我的那个达达固的一模一样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苦摘菜，你是指的是达达固是不是？对。哦，那应该不是这个字啦。所以是不是要换掉？如果说你们的 Anglis 就是香菜，就是对，就要换掉。Anglis 是香菜，我记得叫 Angsit。Angsit 是那个味道
昂西呆，比如说那个飞鼠啊，昂西呆，我们是用在那个我们的丝香菜就味是昂里动物。塞啊，对，昂利是我们的香菜，对啊昂利菜，嗯，昂西的昂还有那西个是很臭味，有那个飞鼠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在烧烤那个毛昂西讲，我们那昂边的西就说法。是有一点烧烤的味道，那个昂西带过来呢，就是对对，那烧种是烤了。还 OK，所以等一下我们回到那个 on fish， 你们指的是海草跟香菜没错嘛，对不对？对。那我们海岸是我们部落是香菜了。哦，没关系。那我想要厘清的是那个 on fish， 它之所以叫香菜，是吃起来香香的吗？就是那个加在那个什么大肠面线那个香菜啊。这个就是哦。对啊。哦，怪不得我懂了。你懂了哈，就是加在那个大肠面线那个香菜就是了。对，我知道为什么叫做 on fish， 因为有些外国人他闻到香菜的味道，他不觉得是香的，他不喜欢，对，因为他可能闻起来就是 on shit 的味道，就是他就是觉得有那种怪味啦。对。但是我们喜欢的人会觉得它是香的啦。对啊，我们都生吃啊。我懂这个逻辑了。哦，怪不得有一些外国人说会吃香菜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有些人的民族的基因会吃香菜，有些民族的基因没办法接受香菜。对。OK， 那我理解了。好，没关系，我们这个太久，我们往下哈。那下一个海草是它原来的意思啦，就是我们刚刚查的这个 on， 你看那个翻译有没有 on fish 的第二个解释就是海草。我的画面还没有到蔡宗涵的字典哦，没关系，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有一个解释就是 on fish 就是海草的意思哦，我们就有的话就把它放进来。那另外一个就是香菜的意思。好，我们来看137哈，嘎子嘎爱哈，嘎子嘎爱，这个是不是子嘎做前后缀啊？子嘎嘎嘎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有一种菜和野菜，它有刺啦，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名称，中文名称那个叫苋菜。啊，对，野苋菜，对，苋菜，对，因为有些有刺，有的没有刺，对。哦，所以这个字典查不到哈，这中文叫苋菜嘛，对不对？对。嘎子盖，新纳奥萨，又来了，查一下。有刺，所以我们讲嘎子盖也是苋菜的一种啦，野生的。新纳奥萨，拼一下我有没有拼错？新纳奥有喉舌音吗？哎呦喂！新纳奥萨赖是不是？还没看到。还没吗？我睡过电脑一说。没办法，我的那个5G 呢，我5G 怎么会这样？哎呀，我又受不了。现在台湾的5G 还没有那么发达了。新纳乌沙赖，对不对？新纳乌沙赖，对不对？不要加 AY， 不要加新纳乌沙赖，不用哦。不用。哦 ，OK， 因为我看蔡宗涵的字典，老师，你那个新纳乌沙有尾音是 L， 对不对？对啊。OK。新纳乌沙。老师现在字典有看到了，你们看一下，是这个字吗？没有错。对啊，苋菜对。那个 AY 可以不加，是不是？新纳乌沙那个 AY 不用加哈。加 AY 他们。如果说有新纳乌沙来阿拉登也可以啊，新纳乌沙来，我们没拉登安说啥，有新纳乌沙来阿拉登这样。都可以。那美惠老师，你那个新纳乌沙如果没有加 AY 也可以吗？新纳乌沙也可以啊。哦，那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好。
折中哦，如果是 ay 可能变形容词了，对。那个南斯阿美会讲几hình，几hình哦，他们讲的几 hình 就是这个哦，几hình 有对听过几 hình 哦，几 hình 还是几 hình 几 hình m 吗？几 CI hình 哦 CIHING 哦，几 hình CIHING ng 哈，几hình哦，好像没有这个字呢，几hình。南斯阿美。那个蔡宗涵的字典哦，它比较没有收录南式的字，我有发现，所以可能有时候南式的字哦，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查不到。好，没关系，我们大概先这样子哦。我们还是把那个刚刚那个三妹老师的那个字也填进去哦，几hình嘛 ，CIHING 哦，对 ，OK。好，我们在下面一个达纳应该比较简单啦。老师，你们的达纳是那个刺葱哦。刺葱对。好，老师等一下哦，137的那个苋菜，老师我们想请问一下，阿美族人的苋菜是怎么食用？问我吗？就是煮汤啊，煮小国还问，煮汤加那个打毒根都可以。都可以混搭，它是就是单吃没有那么好吃，要混搭是不是？单吃也很好吃啊，就是很少的时候我们就要混那个打毒根吗？还是其他的撒麦都可以。OK， 那我了解了。八宝菜呢？小国还问加呢都可以啦，不能生吃。OK。好，那我们138的刺葱应该它就是香料了嘛，对不对？它不是主菜，对不对？对，香料。这配料了，香料。配鱼，然后配炒鸡蛋。OK。加那个这个也可以啊，野菜都可以加它。OK， 那这个没有问题了哦。哎，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泰雅族的马告，我们阿美族有在用吗？我们在 emot 有啊，emot 啊，加槟榔啊，还有鱼啊 ，emot 我们叫 emot 哦，有这个字哦。等一下哦，什么啊？我看到了，珊瑚礁对不对？慢，珊瑚礁对不对？珊瑚礁，可是通常那个阿美族都会放在槟榔里面。对，跟槟榔一起吃。对。为什么？那个文慧，你说我都拿来弄槟榔啊？啊？不煮呢，都是拿来生吃，它放在槟榔里面。emot 珊瑚礁 ，emot 珊瑚礁，它就是放在那个叶子里面，你弄那个石灰叶子包好，然后跟槟榔一起吃。但是我有看过在成功啊，他们那个槟榔摊的emot啊，因为我在泰雅族这边嘛。那我看过他们的emot跟我们的emot啊，哇，嘎扎呢！那个成功那边的它放在槟榔里面，它的屁股是尖尖的，圆圆尖尖的。可是那个达彦那边是圆圆的，就是一颗一颗像那个 BB 弹这样。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BB 弹，那应该是杜努。放在槟榔里面的是有点成功的马拉瓦古家是有点圆，然后屁股有点小小尖尖。我就说哈，怎么跟泰雅族的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直接咬下去的味道呢，是很像，也是很香，可是就是形状不一样。这个品种了吧？应该是品种，我嘎扎对。那他们的马告的翻成那个就是学名的话，也是珊瑚礁吗？没有，他们就是马告。他们没有那个，就是说翻成那个比较是中文的名字。他们就是也是对他们也是写珊瑚礁。哦，怪不得会搞混，所以他就是因为中文名字一样嘛，对不对？对，珊瑚礁，所以他们就都称它马告，很少人讲珊瑚礁。因为如果写珊瑚礁，就是我们像国外的那个珊瑚礁，放在麻辣汤里面的那一种。所以一丽，你刚才提到说，你看到他们的两个香料的形状是差异性很大嘛，对不对？对，差异性不一样，而且大小也不一样。
银木哦，它比较，银木它比较有一点点那种柑橘香，它跟珊瑚礁，它跟马告会有一些些的差异，因为银木是有一点点柑橘的那种味道的那个香气啦，应该这样讲。所以那个泰雅族的马告是适合用在那个烹煮的时候吃嘛？那阿美族的银木匙是直接生吃。生吃。但是那个你这就知道了。很香吗？他们的那个树也长得不一样哦，他们的那个样子，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种那个珊瑚礁那个沟格林那一直摆的那个银木子嘛，它就树就长在旁边，他就跟我说这个是它的吉浪仔骨酸呐，然后我就跟我们打雁这边看的，哇嘎扎完全树科不同。哦，那味道不同咯。所以我们不要搞混了这个，我们不要把那可能要分开。泰雅族的马告当成阿美族的银木匙哦，是不一样的哈。对，他们不一样。我一直以为一样呢，不一样。原来现在才知道不一样。OK。我也以为一样哎。而且我以为一样哎，因为我有配过在咖啡里面嘛，跟放在饼干里面，其实都不太味道。乌米大家只适合在槟榔石嘎菇，他们好像只适合，因为他弄到那个当香料的时候，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好。是哦，改天试试看哪2种。礼拜一阿兰，好，我有打雁的一幕可以分享给你们试试看。阿兰，好，外姑妈姑姑那个成功的，那台东的，没有看回去会拿回去。慢慢说。还有那个跳菜，好了，俺都过没说呢，马老师。马过菜园，还反正嘞。好，太好了！哎，老师，你们到时候有兴趣的话，在菜园一起研发银木匙咖啡，说不定会红哈。咖啡，好啊！人家都有马告咖啡了，我们用银木匙咖啡，是不是？好，我有试过了，不好喝。不好喝。我再把它那个马告要带来哦，礼拜一我们试喝咖啡看看。阿兰读咖啡书，可能要晒干。来，你开面，咖啡啊，厉害呀！那个老师说的说要晒干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差呢。晴熙，我们有试过晒干跟没有晒干的方式来去处理哈。晒干的我都不喊那个啦，买一张爱多好，没有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这把直接放冷冻库，我们的处理方式，你必嘛这个，你冷冻库你拿安，对，但是上你拿安冷冻库就要用才会从冷冻库拿出来。按大概就是生的，直接生的直接冷冻。我买一张来干，因为他们也不会晒到很干，当然是很干，你放在瓶子里面，就是放在室温里面哈，马发霉哎，而且哈，外都不含那个啦。我就觉得干的对做香料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除非要很多颗。好，我刚刚开日式餐厅，他就用那个马告磨细之后跟盐放在一起。盐巴。对，就好像胡椒盐，它是马告盐。有，我们在做西式料理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就是增加一点点它的香气啦。其实我在做咖啡也是这么做，干的我是这样磨粉，然后就这样取代那个卡布上面的肉桂。我的方式是这样，就是用我做卡布咖啡的时候，上面通常人家是放那个月桂嘛，肉桂嘛，可是我不放肉桂太普通了，我就放马告粉。那下次就靠你了。这样多。也要准备我准备哦。一晚上要带去。那个银木匙给它晒干磨成粉，加看有什么味道。银木匙要晒干。当然不能意大利。是放在牛排啊，或是肉类红肉就很适合，就沾酱用。那我们还有撒咕噜吗？OK， 那我们实体上课要带去啊。对，我们下次
下一次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比较是那个延伸性的哈，这个不错的，我们下次可以针对一些香料的概念去做延伸讨论哈。OK， 这不可错哦，以哦，不错。我们回到这我个赞成。我们那个画面已经回到可以抓得到的哈，中文词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整理的沙逼中文词哈，看一下。还没有跑，这边都饿。好，这个那个美惠老师，你们当初用这个的是说，那是就是采那个藤心的工具，是不是？嗯，采藤心的工具，没错，对。是吗 ？OK， 好，你们有列出2个嘛？第一个是福禄斯，你们怎么翻刀哦？那个翻刀，开山刀了，开山刀啊，山刀哦，那个是正确。开山刀，开山刀，不是翻刀哦。不要骂自己，都可以了。好啦，开山刀好啦。OK， 都可以了。好，都可以哦，好吧。笔道，锄头。老师，你们去采藤心的是不是整颗那个黄藤都要把它砍下来？整颗啦，就是说工具嘛。老师，你描述一下你们去采藤心的整个历程好不好？历程哦，就是采集那个时候吗？还有的很高用镰刀伊拉姑杀戮是有加长型的。对。好，等一下，吴老师，你刚刚讲那个字叫什么？镰刀啊？怎么念？镰刀高撒高位可以吗？撒高位也是有高，还有那个杀戮的都有，现在都有发明了。对呀。等一下，问那个采集藤心的弯刀。另外一个老师，你在念什么杀戮哦？杀戮有锯子了，杀戮锯子，锯木头的锯子了。现在有那种可以拉，有，现在有加长型的，哇，嘎哒。那个可以伸缩了。可以伸缩，那个把柄可以伸缩，所以可以把那个。现在有了已经发明到这种程度了。吴老师，等我一下哈。吴老师，你的那个句子是卢沙路前面加一个沙，是不是沙路？对，沙路。来啦，马上就林清辉以前也是这样。还有没有？除了这是还有什么工具？开山刀、锄头、镰刀、锯子。锄头是挖根吧，带回家种啊。对啊，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人会带锄头去那个。所以你要挖它的根带回家，移植那个拿去种的。对，拿去种。阿鲁啦，对，阿拉古阿美族。拿去种植哈。我妈妈就拿去种的啦。我们家后面有5棵。也是用笔道吗？他去山上用笔道挖。他去山上跟祖先借的。那个我问你一下哦，我们一般我这个黄藤好像都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你拿到平地种，它长得起来吗？长得起来，现在都长在平地了啦。可以哈。有小山坡。现在我们也种在平地了，水稻都改种了。所以也是可以的。下次去你那边采哦。来了，你看到路边的治疗也有。我们山上也有。那我们可是我没有带笔刀。等一下哈，我们除了那个工具是那个把它砍下来的，那我们那个容器呢，要装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背篓啊，背带啊，小器啊，
迪萨基或者是鲁福巴鲁夫站，巴鲁夫站那个怎么说哈？国语我们是阿鲁布哦，帆布袋啊，对，帆布袋背篓鲁都，还有那个背篓，还有那个贝勒啊，鲁都啊，那么古背篓号一样吗？乱站，法鲁路，巴鲁肉，法鲁路一样的吗？等一下，鲁杜大怎么拼？古油山，鲁 LOTO 鲁都没有呢，没有这个字。 LOTOY 就是对法鲁路法了。鲁路，我看法鲁路背篓，法鲁路是 L 还是 R？ L 吗？法鲁路哦，法鲁看路看不是吗 ？L 不是吗？L 法鲁路巴鲁肉， R 吗？好像是 R 哈，查一下。因为你们念好像有 R 的音呢。法鲁法路鲁路吗？有啦，有 R 啦，背篓啦，法鲁路就是那个哦背，R 篓 sorry，背篓藤框，用藤做的发篓，言别啦，有时候是法鲁路 L 法鲁路这个字典。背篓，我妈妈会纠正我，所以 L 要 L，R 要 R，她会骂我。我个的你呢？很好，这样子。还按线的。好，还有没有？除了这个那个容器的话，沙地还有那个宝地，背带啊，麻袋、背带、提袋、迪萨基，对，那个又喜欢打字哈，迪萨基。你那个鲁萨洛斯那边怎么变手提袋？哦，我有改了，我改了。哦，好，对，因为我这个比较慢。讯息栏有是不是？背带，还有斧头，有福，沙格利斧头嘛。嘎古油丹，我先把它贴上去，等一下再。还有那个背带，嘎古油丹，大古油山还是嘎古油山？大古油山，大古油山。有，那个那是阿鲁夫，也是贝勒，大古油山也是贝勒。对，有讯息还有贴了，嘎古油山。对，你们有听过吗？我们那边的叫嘎夫素斯。啊？嘎夫素。嘎古素。嘎夫素。打上去看嘎夫素。对。是什么？麻袋哦，嘎夫素。最简易的就是用那个怎么讲，把硫胺胺袋子，然后绑一绑，就是一个袋子。就迪萨基的祖先啊，嘎夫素斯。你们那个都太先进了，我们那个叫嘎夫素斯。就是那个，它就整个就是依那个藤的那个，对，依那个藤心的那个长度来做，所以我们那个叫嘎夫素斯。哦，对，嘎夫素斯。我们讲是鲁夫。哦，对，鲁夫，对啊，然后加个2个背袋子，叫嘎夫素斯。背带，鲁夫。那个阿力克，我问你，你讲的那个是不是这样拼？那个 KAFOSOS， 没有看到，对，嘎夫素斯。OK。那你刚刚又提到另外一个字，你可不可以再念一遍？我刚刚没有听到。哪一个？那个马美会也有念到，刚刚你们共同念的那个。就是鲁夫啊，就是用鲁夫做的嘎夫素斯。有啊，有人打字了，在那个讯息栏里面有。哦，有看到了。好，谢谢哈。我先把它贴起来哈，大家怕忘记。好，感谢各位哈，就很热烈的讨论哦，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般不会耽误各位的时间。吴老师，你要不要帮我们做一个结语哈？好，tarami atai kaku kamuana naneni atatayaan. Masa ini kita tuna kafanaan ha pangcal matini ay at makhaw sa kaiti apa sifana para toh itini kapulungan. Anura kamurarara ori asimaan hakuno may 关系我们一起讨论hanaku soal hao. Ano cira daya hao i 实体课程给大家礼拜的国中记得不要忘记实体课。
Yan aswa ni ilihani alan Quran as kakapawan hau. Sa anina daya siwa itu kutuki marau tukutakian ka pahanhanan to pasasaan to numitahaw. Saka atimul hatu sa fansa hatu kulemet anu tataya amafuti. At ini ko suan mako. Kacau, 先不要下线哈，我们现在